我知道咧喺年底啦，而家呢一刻可能大家都預備準備出去玩，咁喺外邊咁嘈吵或者咁熱鬧嘅世界入邊呢，咁大家都準備狂歡嘅時候，我都非常去感謝你呢一刻啦，留喺呢一度，因為呢，你將時間留俾自己，留俾自己你內在重新去 reset 咧，呢一個先係最有力量嘅。嗱，呢個唔代表咧你唔中意熱鬧，只係咧你內在更加需要平靜，揾翻你屬於你嘅呢一種力量。嗱，好多人咧都準備喺2026年新一年開始咧，就會定一啲嘅目標啦，寫下未來我想要賺幾多錢啊，做啲乜嘢啊，或者係瘦幾多啊，減肥啊，去邊度旅行。但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。如果咧你有一部電腦，佢用咗好耐，甚至咧已經中晒毒啦，咁但係咧你呢一刻又想重新安裝一啲新嘅 software、新嘅 apps 入去，你估會發生咩事？係啊，你會見到你部機唔識喐咯，好慢，甚至會 hang 機。其實我哋都一樣㗎。有冇發現呢？過去我哋經常咧都會定一啲嘅目標俾自己，或者你回顧翻啦，回帶我哋2025年開始年頭嘅時候，我哋都有好多嘅目標㗎。但係而家睇翻嘅時候，又好似好多時我哋有啲嘢達成唔到，又或者咧做得好辛苦，因為咧。我哋每一年，其實我哋都係帶住過去自己舊有嘅模式。可能過去嘅呢一年啦，我哋發生咗好多嘢，內心入邊都有好多嘅焦慮啦、遺憾啦。而呢一啲咧，都係我哋一啲舊有嘅思維模式嚟嘅。甚至乎我哋會帶住一啲由細到大我對自己嘅一啲嘅睇法。咁如果我冇改變過、冇清理過嘅時候，你又點會咧做到一啲新嘅方向，又或者咧，你會得出一個新嘅結果呢？其實真係冇可能。所以當我哋直接衝去新一年之前呢，不管你嘅計劃寫得幾好都好啦，可能呢唔會過咗好耐，又翻到去轉頭。所以今日呢，我決定為大家唔係做計劃，我哋先做一個清理。我會帶大家咧去進行呢一個叫做七種神聖狀態嘅調頻挑戰，有7個步驟啦，幫我哋嘅內在嘅頻率咧重新去調節翻，就好似幫我哋嘅大腦去做一個好深化嘅 reset，重新去處理翻我哋一啲嘅能量啦。呢個7個步驟咧完成咗之後咧，你會發現你再寫翻你新嘅目標，你嘅狀態、能量同埋動力咧都會完全唔同噶。咁咧，如果你準備好嘅話咧，就俾自己咧喺一個舒服嘅狀態啦、位置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噶咯噃。咁咧，第一個步驟咧，我哋就叫做臣服嘅狀態。咁首先啦，我哋進入呢一個狀態嘅時候咧，我會先請大家咧做一個深呼吸啦，慢慢嘅吸氣。呼氣呢一刻呢，我哋先放下我哋過去啦，可能喺呢一年2025年入邊呢，有一啲嘅事情啦，讓我哋個內心呢感覺到好掙扎，又或者呢係過去有一啲嘅人同埋事，你都覺得好無奈，可能佢嘅離開啦，又或者你會覺得有啲嘢你做得唔夠好，而家呢，暫且去放低先。我哋唔需要咧，經常捉住呢啲嘅感受，或者喺個心入邊不斷去重複住點解會咁樣嘅呢？而家我哋試下去臣服，臣服唔代表係認輸，而係咧停止對呢一件事、呢一個狀態現實去作出對抗。我想請大家咧，將雙手啦，可以呢一刻可以緊握住一個拳頭，揸到好實，揸到好實，越實越好。去感覺咧呢一種好繃緊啦，好實繃繃嘅呢個感覺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好似你過去呢一年去執着住一啲你嘅執念，或者咧你執着住嗰件事嗰個樣啦。嗱，而家咧我會倒數3下。當我數3下嘅時候，你試下慢慢嘅鬆開佢，3、2、1，再吸氣，呼氣嘅時候鬆開，慢慢鬆開翻你雙手，
嗱，然後咧你喺心入邊對住呢過去嘅呢啲事去講，我睇見咗啦，我睇見你，我亦都允許你發生，而家我亦允許你離開，做得非常之好。咁咧喺第二個神聖嘅狀態咧，我哋開始去學習去寬恕。嗱，我哋帶住一啲怨恨去進入一個新嘅年份啦，其實就好似我哋孭住咗一嚿好大嘅石頭去游水一樣，你係游唔遠，你好辛苦。所以第二個狀態呢，我哋係學識寬恕 forgive。嗱，呢一刻呢，你亦都可以合埋雙眼啦。嗱，腦海入邊呢，可以浮現今年讓你啦曾經受過傷嘅人，或者浮現嗰個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嗰個自己。好多人呢，最難原諒嗰個呢，其實就係自己。請你而家呢，喺心入邊對住嗰個對象去講：我而家呢一刻我會放低你，我會原諒你，唔係因為你冇錯，而係因為我值得擁有更加平靜、更加平安嘅自己。而家再俾自己吸啖氣，呼出嚟嘅時候，去感覺下心口可能喺過去塞住咗嘅地方，而家慢慢嘅去鬆開，慢慢嘅鬆開，做得好好。咁咧，第三個步驟咧就係我哋嘅歸零嘅狀態啦。喺呢一個咧，我哋經常都接觸到唔同嘅資訊嘅年代啦，其實安靜啦，俾自己乜嘢都唔做，乜嘢都唔諗咧，其實係好奢侈嘅。咁接落嚟咧，呢1分鐘咧，我就唔會講嘢，你都唔需要咧去做任何嘅事，唔好咧去睇手機，唔好去睇任何嘅嘢，咩都唔做，只係純粹一樣，就係咧去感受自己嘅呼吸。所以咧喺呢一刻就俾自己去安靜落嚟。如果當中咧有一啲嘅念頭閃過出現嘅時候咧，你俾佢咧去慢慢嘅飄走，再翻到去你嘅呼吸入邊，唔需要去理會，唔需要去理噶啦。好，而家慢慢嘅吸氣，慢慢嘅呼氣。而家呢一刻，俾自己感受翻，你翻到嚟呢一度，去感受翻你嘅呼吸。而家呢，我哋要切換翻我哋嘅頻率啦。感恩係宇宙最大嘅顯化頻率，所以我哋會嚟到一個感恩嘅狀態。唔好去諗你冇咗啲乜嘢。嗱，我哋試下換轉一個角度，我哋試下諗下你擁有咗啲咩呢？你可以俾自己喺呢一刻喺個腦海入邊去諗下，喺2025年過去發生喺你身上任何一件好微細，但係你又覺得好美好嘅事係啲咩呢？可能係一杯好好飲嘅茶，又或者係一個好朋友、家人嘅擁抱，又或者係今日我仍然能夠好健康咁樣呼吸，都好值得我去感恩啦。去感受住呢股能量，呢股暖流，呢一個就係一個豐盛嘅起點，而呢一股能量亦都可以令到我哋重新去出發。而我哋跟住落嚟呢，會做第5個
能量提升，就係對齊嘅狀態。好多人呢去定我哋嘅目標，但係呢點解失敗呢？因為好多時你定嘅嗰個目標根本就唔係你內心潛意識入邊最想要嘅，可能呢係你爸爸媽媽啦，又或者係社會上面覺得你應該要有呢一啲嘅嘢。所以呢，而家嚟緊我哋做呢叫做對齊，同你嘅內心、同你嘅信念、同你嘅內在潛意識呢係一致先至得㗎。問下自己一個好誠實嘅問題先。嗱，如果你呢一刻你唔爭錢，你唔會缺錢噶啦，你亦都唔需要咧驚人哋嘅眼光。咁2026年，你嘅靈魂，你內在最想體驗嘅一件事係啲咩呢？唔需要好宏大、好偉大嘅，可能咧只係好簡單話，哦，我好想畫畫，我好想咧喺一個郊外嘅地方，好好嘅去坐低享受陽光，又或者我只係好想好好咁樣瞓一覺，去感受呢一個答案，去讓你嘅心咧去享受呢一種你得到呢件事嘅嗰份快樂、嗰份滿足。而唔係咧，當你定目標嘅時候，你係覺得好重吓，呢一個咧先係你內心入邊真正想渴求嘅呢一個狀態。好啦，去到第六咧，我哋叫做無限嘅狀態。我哋成日咧都會俾自我咧設定一啲嘅界限啦、界線，覺得咧我冇可能做到啦，又或者咧我唔配去得到呢一啲嘅事。咁而家咧，我要你咧進入一個叫做無限嘅狀態。嗱，你試下咧，想象一下你自己咯。而家呢一刻，你其實咧就企喺2026年嘅12月31號。你冇聽錯，你係企喺下一年嘅最後一日。嗰個時候嘅你咧，已經完成咗你今日最想完成嘅事，最想做嘅嘢。睇下嗰個時候嘅你，着住一套乜嘢嘅衫，面上嘅表情係點嘅？係充滿咗自信啦，好滿足，好開心，係一個咩嘅地方？嗱，呢個畫面咧，你可以俾自己越想象得越清晰咧，就越好。並且咧，你可以講俾你內在你嘅大腦聽，呢一個就係我想達成嘅呢一個狀態，我想去嘅呢個地方，而呢一個係有可能嘅，我都做到啦。去感覺下佢，去到最後啦，第七個，最後一個主權嘅狀態。嗱，最後一個狀態亦都係最強大嘅狀態，就係攞翻你嘅主權。或者你有好多嘢你冇辦法去控制，但係喺2026年啦，你要記住，你係你生命入邊嘅創造者。嗱，你唔再係受害者啦，你做嘅每一個選擇啦，都喺度創造緊你嘅生命嘅實相。所以咧，但而家呢一刻咧，你可以俾自己坐直啦，並且咧深呼吸。喺心入邊咧，你或者如果容許的話，你可以大聲咁樣講出嚟。2026年，我講過就係，我係我生命嘅主人。最後啦，嗱，各位感受一下你自己而家呢一刻，喺剛才啦呢幾個7個步驟，你跟住做。而家呢一刻，你有冇感覺你嘅焦慮會減少咗？你望下一陣間照下鏡嘅時候，你嘅眼神都會清澈咗，因為咧你嘅能量變強大咗。呢一個就係 reset 重置嘅力量。而家你嘅大腦咧已經準備好啊，咁所以咧喺睇完呢個短片之後咧，請你唔好即刻做其他嘅嘢，你可以趁住呢個狀態，神聖嘅狀態，攞翻一個紙同筆啦，去記低你2026年最想實現嘅3個目標。你會發現啦，今次你寫出嚟嘅目標咧，係會帶住你靈魂嘅一個重量，而且一定會實現。好多謝你今次嘅陪伴啦，亦都讓我哋咧用一個最乾淨、最飽滿嘅狀態咧去迎接新一年。咁祝大家咧 Happy New Year，新年快樂！亦都咧期待我哋明年有一個更高能量嘅自己同大家去見面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身心靈嘅資訊、自我提升、改良溝通，
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個小鈴鐺，like 同埋 share，下次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。